徛哥足欢喜的，因为真正足卡哇伊的。那即马会当和伊walk in交流哦。待会呢，我们进缸子里面的时候，还会再穿一层雨衣。要甲因斗阵佚佗，一定爱穿防护衫。会穿规水防尘衫，护鞋和帽啊，刷来消毒，上课就会当和因见面。徛个下个背个底，看到有人来，随围过来。绕开抢上紧，互细只开始抗击。屏东海参馆推出饲徛哥教会体验活动，不过规趟鱼啊，一万年啊，就随口嚼完。那请大家走回去的时候也要稍微小心一点哦，不要再恋恋不舍了，好吗？看到因古锥模样，就是要甲因抱起来。这饲徛哥的体验，伫咧110年12月开始，一共2场隆重8名呀。古锥徛哥的魅力，嘛，互海参馆的生理对咧强滚。